过年了后，在台积电讲要对2月开始分时段上下班，新竹市政府也对咧宣布，对3月开始，在市政府员工上下班的时间有1点钟停好春秋，希望透过分流上班来解决大新竹这上下班到塞车的问题。上班时间要去科学园区的道路总是大塞车。台积电宣布，上紧对2月开始实施弹性上下班。即马新竹市政府目讲，3月开始员工上下班的弹性时间，对原本半点钟调整做1点钟。想办法让我们的园区的企业可以来支持弹性上下班的措施。那很高兴可以看到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在3月1号的时候，也跟进了包含像台积电的这样子一个做法。我们的这个弹性上班从现行的半小时也延长到了1小时。除了拜1到拜4时间春秋调整做1点钟，若是拄到拜5也是拜6爱补班，弹性上班的时间会当搁延长变做1点半钟，也就是讲，员工上紧下晡4点半就会使下班。市府希望用这款的方式来疏解大新竹地区塞车的问题。可能对其他有接送有小孩子的同事，应该就会比较开心吧，因为他们等于可以配合小朋友接送，然后比较方便。因为我平常其实早上6点钟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去游泳，所以就是延长这个上下班时间，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有帮助的一件事情。这样子我就可以不用那么着急。市府除了希望透过分流上下班来解决塞车的问题，但是效果袂歹，所以迈向企业来推广，希望做伙改善大新竹的交通环境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